美国高尔夫名将老虎伍兹 （Tiger Woods） 今天从伤势威胁和丑闻谷底反弹，强势回归，赢得第83届美国名人赛 （The Masters）， 抱回生涯第15座大赛冠军。43岁的伍兹今天击出低于标准杆2杆的70杆，总成绩275杆，以1杆优势击败美国同胞强生 Dustin Johnson、科普卡 Brooks Koepka 及肖菲尔 Xander Schauffele， 终结个人11年大赛冠军荒。上次称霸大赛是在2008年美国高尔夫公开赛。今天开打前，伍兹还以2杆落后意大利选手莫里纳瑞 Francesco Molinari。今天有6个博地，4个博际表现，终以4轮低于标准13杆的275杆逆转夺冠，生涯第5次穿上冠军绿夹克。伍兹2017年曾为慢性背痛接受脊椎融合手术，今天夺冠后表示很幸运能够再度出赛。